醫療費用年年升，香港人面對嘅難題係私家價錢相對貴，政府輪候時間相當長。一旦病咗，係咪要忍痛等，定係要用一大筆錢？加上越嚟越多人選擇中醫、針灸嘅養生保健，仲有物理治療呢啲項目，團體醫療通常都保障不足。Sun Life 永明 Sunplus 定期人壽保險計劃以獨家折扣優惠享用多元化嘅醫療同健康服務，一年保費只需港幣198個2，無需核保，包含港幣5000蚊恩恤保障，仲特設 SunPass 可享用多項醫療健康服務，低至半價，無限次使用，包括中西醫診症、針灸、鐵打、物理治療、牙科等，超過1200名醫療網絡專業人士，遍佈港九新界。就好似新小姐用 SunPass 睇中醫、做針灸，仲有洗牙，最平港幣200幾一次，節後仲可以 claim 返公司醫療保險，隨時1蚊都唔使俾。想抵抗醫療通脹壓力，唔使再煩，即刻登記 Sunplus 定期人壽保險計劃，為自己同屋企人慳錢又安心。